BB 仔出世，經過痛苦嘅生產過程，然後投入媽媽嘅懷中，呢個畫面係咪好溫馨呢？但係殘酷嘅現實係，媽媽抱唔夠一陣就俾姑娘捉咗去吉 pat pat 打防疫針，爸爸媽媽見到真係心都痛埋。有人話打咗先至可以幫小朋友抵抗病原，但係亦都有人話疫苗好多副作用，究竟邊個先至啱？雙方都係想小朋友健康成長啫，但係到底點解會出現兩極嘅意見嘅？要討論打定唔打，其實我哋係咪又真係清楚疫苗到底係啲乜嘢嚟嘅呢？簡單嚟講，人體自己有免疫系統，如果有病菌或者病毒想入侵我哋嘅身體，免疫系統就會同病原體打仗，打贏咗佢哋就會有記憶，下次再見到同一種病原體就會識得點樣對付佢。而疫苗嘅原理就係將老弱或者已經冇晒威脅性嘅病原體注入到身體入邊進行一次演習，因為強弱懸殊，身體可以好輕易就打勝仗，仲有埋記憶添。當再有相關嘅病原體襲擊時，我哋嘅免疫系統就可以先發制人。換言之，通過疫苗，我哋唔使經過疾病感染嘅過程，就可以得到免疫力啦。你或者會問，咁只要小朋友健康強壯，做長勝將軍，咪唔使疫苗咯？如果只係普通嘅流感，好多時都可以淨係靠人體本身嘅免疫系統就可以將流感病毒打低。但有好多傳染病，例如天花、麻疹、小兒麻痹症等等，即使小朋友嘅身體強壯健康，一旦感染，死亡率仍然非常之高，而康復之後亦都有唔少嘅後遺症。例如每20名患有麻疹嘅小朋友當中，就會有1名感染肺炎，係兒童麻疹死亡最常見嘅原因。而每1000名患有麻疹嘅小朋友當中，就會有1個發展成腦炎。腦炎會引起痙攣，仲可能會導致小朋友聾啞或者有智力障礙添。不過有咗疫苗就可以幫助我哋防患未然。以天花為例，喺未有疫苗嘅20世紀，美國平均每年就有29,005宗病例，小兒麻痹症就有16,316宗。自從有疫苗出現之後，佢哋嘅威力就細咗好多。喺2016年，上述2種傳染病嘅病例都係0。講到咁犀利，唔通疫苗真係萬能？好可惜，疫苗的確唔係萬能，因為病原體有機會變種，有啲病原體例如流感病毒就冇疫苗可以令人終生免疫啦。而事實上，同所有醫學治療一樣，疫苗注射並非零風險。疫苗有大約100萬分之一嘅機會會導致腦炎或者神經病變。如果你嘅小朋友有免疫系統相關嘅遺傳疾病，例如 SCID 嚴重複合型免疫缺乏症，注射疫苗之後就可能會引發嚴重嘅副作用。不過患有 SCID 嘅機率好低，大概只係35000分之一。喺正常嘅情況之下，疫苗嘅副作用多數只會引起輕微發燒或者注射位置紅腫等等，只有極少數嘅情況之下先至會危及性命。而呢啲風險可以話遠遠低於注射疫苗帶到俾我哋嘅好處。不過對於父母嚟講，即使風險再低，我哋都唔想小朋友有任何機會受到傷害。更何況坊間仲流傳一種講法，就係指疫苗同自閉症有關，令到更多人對疫苗有戒心啦。呢個講法係源自1998年加拿大醫生 Andrew Wakefield 嘅一份報告，佢指稱其中一種預防麻疹流行腮腺炎及德國麻疹簡稱 MMR 嘅混合疫苗以流流控做防腐劑，會引致自閉症。當時仲造成咗社會恐慌，引發咗反疫苗運動。不過後來呢篇論文被指造假，亦有更多其他研究指出，接種疫苗同自閉症之間並無關係。之後喺2010年，英國刺針醫學週刊亦宣布正式撤回呢篇指疫苗會引發自閉症嘅文章。而 Andrew Wakefield 最終亦因為多項職業操守問題，喺2011年被英國當局吊銷醫生執照。其實喺香港兒童疫苗接種計劃所使用嘅針劑，包括 MMR 等7種疫苗都冇使用到流流控。但係對於唔少家長嚟講，唔打針咪唔會有副作用咯。而且既然天花同埋小兒麻痹症呢啲病嘅病例咁少，咁冇人患病即係冇傳染嘅機會咯。咁唔打都冇乜所謂啦。的確，如果唔打，當然就完全唔會有機會有嚴重副作用啦。但係原來病例咁少，亦都並非必然，因為從宏觀角度去睇，病例少正正就係群體免疫力嘅成果。情況就好似起城牆咁，當群眾中絕大部分嘅人都接種咗疫苗，出力砌城牆，除咗保護到自己，仲可以間接保護埋喺城牆入邊因為各種唔同嘅原因而未有疫苗保護嘅群眾，好似免疫力較低嘅老人家，因為年紀太細而未能接種疫苗嘅 BB 以及其他有需要嘅人。但係當越嚟越多人決定唔打疫苗嘅時候，城牆就未必起得成，發揮唔到應有嘅功效。到出現疾病爆發，喺我哋能夠做出反應之前，可能就已經會有好多人受害啦。好似美國曾經喺2000年宣布本土麻疹喺境內完全絕跡，
但喺2015年就因為經外地傳入而造成近150人感染。當地有研究指出，疫症爆發同拒絕接受疫苗人士有關。我哋深信，無論接種疫苗與否，父母都係以子女健康為大前提。只係喺做決定嘅時候，我哋所得到嘅資訊又係咪正確同足夠呢？短短幾分鐘未必能夠覆蓋晒同疫苗有關嘅內容。歡迎大家喺留言區繼續交流討論。如果你覺得今集嘅內容有用，請你撳 like 同 share，等我哋可以製作其他更多短片。